这个5月初2，后礼拜2开始要开放，予6岁到11岁儿童来自半剂莫德纳疫苗。小儿科医师讲，国外研究注疫苗有1/10的风险，但是无注的风险搁较悬。 台中6岁以下幼囡仔确诊超过80个人，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正式宣布，开放6岁到11岁国小囡仔注半剂莫德纳预防针。真侪家长就惊抗体反应伤强，儿科医师提出国外研究，建议有预防针就要紧注。你如果没有打预防针，那你第一个是住院几率高。 第二个是后遗症嘛。医师建议6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莫德纳，5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 BNT， 提升保护力。就是说他有长期的新冠症状，那他可能会长期的倦怠，影响到他的情绪，影响到他的智能发育。医师嘛建议，厝内有囡仔大人上好注3剂预防针，降低染疫可能带来病毒量，卖当互幼囡仔较袂去倒着病毒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